中古汉的啊，中古时候的使用的。那么我也来演唱啊。第一个节目我们先请 Mr. Johnson 一起过来啊，他是张生先生，很像那个鹦鹉的脚手。来，里面给他用枪去修杜甫的八纵图啊，手边有可以参考啊，没有的话就请我 PPT。好，谢谢。只会听不会讲，口头威了啊！你看他现在可以这么样的演唱啊，真的是不简单，请大家再来。